作家钟点万伊迄摕毛利头粉豆碗平太嘅，豆碗平係老地名，摕头粉嘅东铺。太阳初二，点万我带两个人乡下嚟做买家，去传统嘅头粉市场炒炒价，去看伊嘅私房景点，还有去食菜天人人地嘅家乡面。年初二，我哋天天睇头粉太嘅钟点万做买家去家家乡行行啊。豆碗平就會跟以前嘅原住民，還有啲客家人，還有河洛人來運動嘅時嘅地方。後來呢，特別佢運動時嘅地方呢，就喊到豆碗平。好誒，好誒，好誒，啲嘅，人家鄉係真有歷史嘅。唔過過年過節，我哋唔想聽人講古啦，像像嘅啲啊，那有好食的，那有好料嘅。像嘅是好食的，當然就係傳統市場咯。頭份市場對鐘點萬來講係真有感情、真會面到嘅所在。故說馬皮樣嘅佢，無論去到世界哪一個國家，攏會去老年嘅傳統市場嘅歐巴桑嘅性格。今年太年初二嘛，然後你有唱到頭份嘅市長徐定珍市長唱佢就同大家帶大家來撈你頭份嘅菜市場。好啊，市長好，好啊，講下吧。係啊，點樣節嗬，各位鄉親大家好，佢哋年初二做乜嘢嘅？我哋頭份市場嗬，老年漸漸咧，頭份市場。也歷史性地位啦，也請到我們的店家也有特色的，只要在我哋店市場附近的這些小吃店全部都最新鮮、最好吃的。這個順菜嘛，從頭細做啲市場啊。我當日差唔多2、3點就放起來做哈，1點，1點放起來做。即係職人精神啦。係啊。來，叫巴拉進來哦！來，巴拉50塊7個，80裝有大隻啦。係啊，80買80一隻是5個，買拎過去時就從不遠。打起來，你就打起來，從不遠。4天8下，攏有人來到亞洲生意。頭份市場，大家人攏千啲年前，睇下還有千多人講合作生意。哇，你看按講咯，唔係講哦，唔係講哈，按造型按好看，你看南洋呀村嘛，好智慧化身，有型吧？你看客家人，你聽那邊來做工啊？太府過來，苗栗太府過來啊！太菜滿眼，過年時都要買一隻太菜滿眼。過年都常常都要食太菜滿眼，你客家人嗬，過年我食乜嘅？食太菜、長年菜，就係呢種菜做嘅。你看，啲頭份客家人嘅菜市場啊，又便宜又好食又安心，祝福大家今年新年大吉大利。係啦，買到大款細款，基本係做乜家人咧，係咪要帶一些特別嘅電路過去咯？以前啲客家莊嗬，做每家嘅時節嗬，大部分鄉下顧嗰度做每家嘅度就一殺幾筆，然後一殺幾筆，然後有個縫製包帶嘅。係先，唔係有賣嘅鳳露酒嘛嗬？鳳露酒，一罐幾多錢？鳳露酒，排聲係冇人買2罐，係會燙嘛？燙嗰種 Q 色嘅燙法。哪會燙哈？我剛好學到。你剛好學到，那你是第4代了，家裡？第4代了。我是啊，我是第4代嘛哈。誰教你的？我爸爸。點辦講，喺以前所教落嘅係目前開始流行用嘅時節，鳳露酒有特別嘅燙法，一下也嘅老技術都好輔導新時代，唔係用按照所教嘅想法。你拿那個地瓜、綠豆糕啊。哦，以前跟福利合作社賣一個東西，小樹，你看。好誒，隔壁鳳露酒做乜假東西弄齊嘅？唔過眼人咧裝手指殺一次，還唔想去行出一間羅雜貨店，還係應看應情。
那大摆做头发哈，都会来你落点的来看看啊，买东西。像你下的全球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超级市场啊。可是你讲的头发还有落色的菜市场啊，还有落色的那种店的，哪一风包这些生意最强的，就会来那种店的，来买那种搓搓乐啊，来买那粗的糖的色啦，特别看唔到的头发还看得到。其实电饭的妈妈在17年前就过世呢，做就冇每家好贵的。2年前，佢亲像姊妹的同學史亮亮同佢老公回到老屋，將年菜木卡開嘅老雜貨店、韓國球場改造嘅展覽館，保留嘅青島及諾斯底都記得嘅東西，一下佢幾多呀，就有做每家嘅感覺。来亮亮，啊，过年好，过年好了，彩你，你跟我去迎接。来，你不本呢哈？人家做每家嘅時間用嘅，你記得冇？啊，當叫來當叫嘅事情唔記得了。然後就係每家哈。鐘大哥點啊？以前人家講嘢啊，做每家啊，古嘅時做每家全部有帶安樣嘅東西，一隻包袱，你記得冇？兩罐鳳露酒，唔係啦，那種鳳露酒較便宜，比米酒又較貴啲喂，所以做每家時2罐鳳露酒。哦，哎，還有一個，你看，還有六煞阿姑哈，跟大隻阿姑有冇？轉來就跟隔壁有冇？班上要有保利嘅縫子，這樣有個做咩㗎？我有一隻嚇生意高嘅嚇本款，唔看你嚇，你記得了冇？哦，看你冇？看兩個。是白嚟係嘛？哦，你白。我咁講哦，我頭擺當我做生意，我會騙人哦。用個天貨啊嚇，先走。你就會變白的，我先白睇，有嘢，錢全錯。如果係頭擺就做奸商啊，你嚇，唔敢。特別做邊嘅人，韓國按你4年嘅時候來動腳，按4，你看到作腳嘅時間，記得冇？係記得你作腳，你要裝動橋嘅。你還做得啦嗬？要用調整嗬。你就調整過帶。你看，要標準特別落嘅球作。這是大概民國52年嘅時節嘅這種撞球台。偷那個斗漢國小嘅時節呢，從頭春天啊或秋天嘅時候有風嘅時節，告狀講太六有個空飄傳單來了，太趕緊小朋友就不用學，然後去請那個空飄傳單，太六個傳單啦哦。唔過兩下呢也冇買空飄傳單的咩嗬，然後就有那個頭份施工所幾下年來就把整理出幾條有名嘅秘境，太趕緊就來做的行路搞料食東西，就係頭份後花園。第下有一個百年的老茶廠，就變喺後花園地度。你平台你講一下，你在比如說安江，你本來去做嘛嘅？你頭擺喺茶工廠，我哋不當咧就從我行一個 Q 鐵咧，然後呢，我把它做成是茶道的展演廳。嗰時讓我弟弟特別做呢個傳行，你要按山別國嘅味素，就做按球，又做按醬，兩個不卡，老母煮啲咧特別，細就開始做茶，嗰時間後生嘅時間，20人歲就轉來嘅，轉來以後就開始做茶。我當你做茶嘅方面要示範啊，就開始呢把茶融入到菜裡面。紅茶東坡肉，養生手卷，紅茶雞丁，拼上玫瑰300。每一天啊，做每家一定要卡生呀，媽媽按辛苦嘅嗬，你就趁你搭咩帶落茶園來食個移民茶園嘅菜。佢啊，當入誒，所以按強強嘅一件哈，佢就地方有。嘟可以按客家菜嘅梅乾扣肉、筍乾、炕肉嚇。你筍乾嚇用嘅，我把上自己用日頭曬嘅，做為無窮用。還是最有興趣的，就過年了，來食呢個真有意思嘛。來健康來看一下地擺，地擺做係按呢個韓妹派扮演，老配洗了的。
我们平常都会在这边讨论我们茶叶包装啊，怎么设计我们的那个工厂的办公室。一瓶经营的东西就熬买的用心啦哈，知道什么营养无买穷用，你看一下，你个糖讲得奖系冇？在日本拿到日本那个茶叶大赏的金赏奖。我们这里所有的茶包都是手工做的，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经过安全验证，然后健康的茶，里面要晒太了以后，全部又可以无毒分解。我们就坚持手工做高级的茶，希望我们看感应的那精神，可以让大家看到。OK， 唱吧。那按了底下吧。好功夫哦。叫做茶香明信片。它是一张可以喝的卡片，像这个呢，我们跟水果产销班合作，希望把台湾的农业都横向的连接起来。邮票贴了以后，收件人写的就丢邮筒，收到好朋友的明信片，撕开我倒在这个水瓶里面，我就可以泡来喝了。明信片就是带着明信片去旅行嘛，旅行的概念，希望大家到我们客家庄来旅行。等下我现在係像小姐我一個朋友，佢就係差不多中年嘅時間，喺台北已經大餅挺有名嘅賴糖鴨嗬，佢咧呢幾年做來台風嘅水流洞，佢有咁嘅嘢，然後去佢做醋，還有去佢做肥嘅嗬，等下我去佢嘅屋企來聊聊一下，記得，很爽，真係好爽，过年的一定要采有一点叶，张后宽哦。你看是不是很饱满？十分多多。然后给咱们做个痛感饼，做咖吼有宽度吼，这个内馅这个吼很可以发展。今年就是什么做这个桶干糖啊，然后做这些东西其实我蛮希望是能用这个东西来改变这个环境，因为我知道这个做橘子的中港的做一喷腰的一年一张也不能办啊，一年喷300多200。其实做了会有怀念那个父母亲，那种情谊啦，就是说小时候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深的记忆。被鋪嘅客家莊當年過年嘅時間，因為親人嘛，係叫人嚟細細時間，就有按樣嚟配貨。金錢當幫用人生賺了以後，那这个就是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以前做作品是用想象的。想象跟乡下的一个连接。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已经不是呀，是在地长出来的东西。木卡係千多年冇去回想韓國雕掛蔬菜，今本日我哋聽聽電飯嘅腳鋪，老嘅頭份市場拜訪嘅老朋友，發現羅茶廠嘛做得有新嘅創意。年初二唔單止係做每家，嘛係幾多家鄉嘅日咧。我記得關等過年過節，將新鮮飲飲變做自己嘅行通，以前叫冇看到嘅親戚朋友聊聊打嘴鼓。